嗨，你哋有冇試過朝頭早起身嘅時候，成日都打乞嗤、鼻塞或者流鼻水呢？又或者見到小朋友成日都捽眼，皮膚又痕又紅咁樣？其實呢啲嘅問題呢，同塵蟎過敏係好大嘅關係㗎喎。你哋又知唔知道呢？每人屋企呢都有塵蟎㗎，而每晚你哋都同數以萬隻嘅塵蟎一齊瞓覺㗎喎。咁依家嘅天氣呢，就最適合塵蟎去滋生繁殖㗎喇，因為佢哋最鍾意溫暖潮濕嘅環境。咁塵蟎過敏呢，會有咩影響呢？就會影響我哋嘅眼啦、鼻啦、皮膚同埋呼吸系統。咁就係會造成眼敏感啊、鼻敏感、氣喘啊、咳嗽、蕁麻疹、濕疹呢啲問題。咁根據醫學研究呢，有成10% 嘅人口呢都係有塵蟎過敏嘅喎。而台灣嘅研究呢顯示，兒童嘅過敏患者呢有90% 嘅人呢都係有塵蟎過敏嘅。咁所以呢，要解決過敏嘅問題呢，一定要預防同埋消滅塵蟎啦。咁澳洲呢同埋台灣呢都有用精油嚟抗塵蟎嘅研究。而台灣嘅醫生呢，就發現塵蟎呢好唔鍾意某種味道嘅精油嘅喎。咁而喺洗衫之前呢，加入呢啲精油去浸泡呢，係可以消滅80% 嘅塵蟎嘅。咁想知道係咩精油同埋詳細方法呢，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大家好啊，我係 Sandy， 係樹懶肥皂嘅創辦人，亦都係位自然療法師，專長喺濕疹方面嘅。咁喺呢個頻道咧，就會分享一啲健康身心靈嘅資訊。如果你哋對呢方面好有興趣嘅話咧，咁就記得要訂閱啦。塵蟎係乜嘢咧？塵蟎係一種用肉眼都睇唔到嘅微型昆蟲，係一種常見嘅過敏源。最鍾意咧就匿喺床褥、床單、枕頭、棉被、布嘅梳化、窗簾、地氈同埋棉質嘅衫上面。床上面咧係佢哋最鍾意嘅地方。因為我哋咧每晚瞓覺嘅時候咧，甩嗰啲頭皮屑啦、毛髮同埋死皮咧，都係佢哋嘅美食喎。每隻塵蟎嘅壽命咧，大約係10個星期。每隻塵蟎咧，大約可以生100個卵，製造出大約200個排泄物㗎。塵蟎最鍾意咧，大約攝氏20至30度嘅溫度啦，濕度咧係60至80% 嘅環境，繁殖得好快㗎。根據外國嘅塵蟎研究中心統計呢，床鋪、枕頭、地氈、家私等等呢，都含有10萬至1000萬隻塵蟎嘅。平均嚟講呢，每張床呢都包含住200萬隻塵蟎嘅。塵蟎本身係唔會咬人嘅，但佢哋嘅排泄物同埋屍體裡面嘅蛋白質呢，就會引起過敏反應，導致好似鼻敏感啊、哮喘、濕疹呢啲問題啦。究竟點樣去消滅啲塵蟎呢？坊間有好多嘅方法，今次介紹一個好簡單嘅天然方法，就喺洗衫之前呢，加入精油去浸泡，塵蟎好怕呢個味㗎。台中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主治醫生蔡兆基曾經做過塵蟎嘅逃亡實驗，將塵蟎呢放喺一啲玻璃嘅圓形培養皿入邊，中間呢放咗塵蟎嘅飼料啦。再依次序咧，將唔同沾有唔同嘅精油嘅棉花咧，擺喺個培養皿入邊喎。咁透過呢個顯微鏡咧，就觀察發現，如果個塵蟎唔鍾意某一種精油嘅味道咧，佢係會喺個培養皿度走出嚟㗎。藉此咧判斷嗰個塵蟎係鍾意定係排斥嗰種精油嘅味道。咁實驗嘅結果咧，發現塵蟎最唔鍾意咧就係尤加利嘅味道啦。遇到尤加利油嘅味道咧，塵蟎就會走開；而遇到迷迭香啊、薰衣草啊、檜木精油呢啲味道咧，塵蟎都唔會走開喎。咁蔡兆基醫師話咧，澳洲因為盛產個尤加利油咧，做過好多類似嘅實驗，將啲衫咧浸喺個濃度0.1% 嘅尤加利油浸泡液之中咧，例如1公升嘅水咧，加1毫升嘅尤加利油啦，半個鐘頭之後咧，咁嗰啲衫咧
就會沾有尤加利嘅味道，再清洗，咁咧就會發現啲塵蟎唔鍾意嗰個味道啦，數量咧就會大減㗎喇，而達到防制嘅效果。我咧就揾到一篇由澳洲雪梨大學喺1997年發表嘅論文，係有關於洗衣過程裏邊咧加入尤加利精油嚟控制居家塵蟎同衣物同埋被褥嘅過敏源。咁研究人員咧分別喺呢個實驗室啦，同埋實際嘅洗衫嘅過程嗰陣時咧進行測試。咁喺實驗室嘅測試裏面咧，研究人員咧將唔同嘅濃度嘅尤加利油咧加入個洗衣液裏面咁乳化啦。結果顯示啊，將毛氈咧浸喺0.2% 同埋0.4% 嘅尤加利精油嘅洗衣溶液裏邊咧，至少30分鐘咧係可以殺死80% 嘅塵蟎。而喺實際洗衫嘅過程嘅測試裏面咧，結果咧就係用0.2% 嘅尤加利洗衣水泡過半個鐘頭嘅毛氈咧，然後再放入洗衣機去洗，就可以殺死90% 以上嘅塵蟎。而一般嘅洗衣水咧，只能殺死15% 嘅塵蟎咋。不過咧，尤加利嘅品種咧好多嘅，有澳洲尤加利啦、南加尤加利、薄荷尤加利同埋檸檬尤加利。咁如果愛嚟用嚟浸嗰啲浸嚟洗衫咧，咁台灣嘅芳療協會咧就會建議用呢個澳洲嘅尤加利精油。咁除咗尤加利精油之外咧，有另一篇澳洲雪梨大學嘅博士論文咧，咁佢嘅內容咧亦都係比較唔同嘅精油喺洗衣過程裏面嘅除塵蟎效果喎。咁結果嘅顯示咧，香茅同埋茶樹精油咧抗塵蟎嘅效果都唔錯㗎。最後我有一個重點同埋3個用精油嘅禁忌提醒大家，因為本身精油咧唔能夠溶於水裡面，要先將尤加利精油同少少嘅洗衣液混合乳化，再加水嚟浸衣物，效果會比較好。另外咧，為咗安全起見，用精油有以下禁忌：第一，孕婦建議3個月內避免使用；第二，嬰幼兒建議6個月後再使用；而且咧只建議咧用澳洲尤加利精油。第三，因為多數嘅尤加利精油咧含有樟腦嘅成分，蠶豆症嘅患者咧或者去考慮之前我講過嘅其他精油啦。今次講住咁多先，其實塵蟎咧無論係活生生嘅定係屍體，對人都好大嘅影響㗎。要消滅塵蟎咧，仲有好多技巧㗎喎。咁如果呢個影片咧對你有用，咁請你讚一下啦，或者分享俾你其他嘅人。多謝晒你啊！記住訂閱啦，唔好錯過下次影片啦，拜拜。